像可能市府单位目睭花花啊，有啊看这菜瓜啦唔知影讲加赛落土嘛有3寸呢，对不对？看鸟也无点，掠准这边无啥人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甲阮驳回，结果唔知影今仔才是爆棚。啊，掠准迄边人一堆，结果唔知影讲车稀稀嘿嘿所以这就是事先的判断不足啊。啊，即马临时调拨车道，咱希望辛苦的警察今仔日最辛苦嘛，无代无志。你若事先准备就当事先准备嘛，让警方有临时应变的能力啊。我们对警方很肯定，很肯定。